我諗我呼籲大家咧，其實每個人咧都有一個好大嘅 potential， 好大嘅潛能啊！當然啦，係人都知道嘅時候，即係數學咧非常之重要。係而呢個嘅學呢個珠心算咧就好大咧，就會將你即係身體裏嘅智慧入邊嘅潛能咧所帶出嚟嘅。咁即使咧，我成日都形容啦，即係你大個仔嘅時候，你想去 I want to go to the moon 啊，但係咧你要明白 science 啊、數學啊。呢啲嘅珠心算嘅技巧嘅時候咧，就等於 I want to go to the moon， 但係問題你隻手指你都要知道指住個 moon 喺邊度啊嘛。而珠心算嘅能量咧，呢個嘅技巧就好似呢隻手指咁，你知道指向邊邊，你先至能夠可以去到個 moon。但係大部分人 want to go to the moon， 連個 moon 喺邊度都唔知，因為你隻手指點指都唔知。所以珠心算咧就絕對能夠可以俾到你用隻手指指向啱嘅方向，更加快、更加準確去做你日後 land on the moon。方向比能力更加重要啊！搞啱咗個方向，跟住你慢慢努力都得。所以我好感恩識咗阿 Edwin， 好感恩，我都好感恩啦，好開心嘅。見到佢係咁車啲細路仔，哇！我都想有個法拉利。咁嗱，其實細路仔咧嗰個內在嘅能力係要即係發揮出嚟嘅。我哋有一個3分鐘理論係咁樣講嘅。珠心算咧，心算係做3分鐘嘅啫嘛。喺3分鐘裏邊，你盡情用晒你嘅能量發揮到盡。嗱，3分鐘咧可以做100分，3分鐘可以做200分喎，因為你升級嘅卷喺5級就200分啦，啱唔啱啊？所以我哋唔知道嘅，以為就係哇咁快嘅速度有咩意思啊？其實就係個細路仔做3分鐘，佢全程投入，每一次都係全程投入。咁你諗日後佢喺發揮嗰個能力嘅時候，一去就到位啦。點解？我哋唔使捱30分鐘、3個鐘、30個鐘咁樣去訓練啊嘛，咁啊會攰死啦，係嘛？3分鐘啫，係嘛？3分鐘理論就喺呢3分鐘裏邊盡晒你嘅全力，所有潛能都出晒嚟。啊，如果我哋話我已經攞100分，咁就唔係3分鐘啦。你可唔可以2分鐘完成啊？1分鐘完成啊？係嘛？我哋啲選手59秒完成到喎。所以你諗下，嗰個訓練咧係好獨特嘅。所以珠心算能夠訓練你嘅內算力，真係非常之好。好多謝啊 Edwin。好多謝，仲可以做宣傳，快啲嚟讀珠心算啦，指都指得快啲。係，唔該晒，唔該晒。我覺得人要有個目標去做嘢嗱，咁有咩相似嘅地方咧？其實每個人咧，珠心算，我覺得係你每個人咧都有呢個嘅潛質喺個身體入邊嘅，喺個即係有個潛能。爭在就係你會唔會發揮出嚟，你有冇鍛鍊出嚟？咁我覺得珠心算其實係一樣嘅道理咯。